女同學約我食乾鍋脆肉丸，脆肉丸乾鍋做法只此一間。哇，好耐冇見啊！唔使做咩，大佬？你咪唔記得咗我啦已經。喂，你發一啖唔記得我咋係嘛？點啊？今晚你帶我食咩啊？嗱，全國第一間乾鍋脆肉丸，哦，喐佢！目前中國只有我們在做乾鍋脆肉丸，在廣東。乾鍋脆肉丸新鮮㗎，成個魚缸放喺度啊，大佬。你看最新鮮的，你看。哇，好正啊！好耐未試過喺廣州街頭咁樣坐喺度食辣嘢。OK 㗎，完全對口，完全彈牙。我知最中意食脆肉丸咩？就係脆肉丸中間嗰啲油脂啊，魚皮嗰啲油脂啊，一啖硬咬落去，一陣全部射 Q 晒出嚟。廣東中山脆肉丸再撞上一個川魚口味，食落去又唔會特別辣，係我哋嗰種適合廣東人嗰種微微地嘅辣辣地。同埋魚新鮮啦，如果單單食啲辣嘅魚嘅地方咧，我通常啲咁重味啊，都係啲唔新鮮嘅嚟。但係呢度新鮮可見喎，配菜咧佢好豐富喎，蘿蔔啦、魚仔啦，至台山嘅菜花喺度。嗱，我最中意食呢個脆肉丸魚腩啦，唔好同我爭，咁香，油脂又夠豐富。跟住我哋試試第二個招牌水煮魚，咁啊用咧就係黑魚嚟嘅，魚湯咧都係奶白色嘅，咁而且呢個奶白色咧，老闆唔係用嗰啲三花淡奶撞出嚟嘅喎，佢係真係用魚骨煎完之後再熬出嚟嘅奶白顏色嘅魚湯。我覺得黑魚嘅質地咧比較紮實嘅，即係食落去咧係實實正正咁樣，亦都有魚味，同埋我都中意嗰啲無鱗魚咧，我覺得做辣魚咧個味道就好吸汁，同埋好索汁。有個魷魚啦、貝類啦，同埋鮮蝦同埋蘿蔔個粟米呢個口味，我覺得辣到廣東人可以接受。因為咁講咧，呢兩個菜都好咧，你咁樣啲魚好入味啊！係啊即係你每一塊魚片嘅味道都好鬼均勻，佢冇飛骨處理嘅，但係啲骨絲咧 OK 嘅基本上將骨切斷咗，冇啲陰濕骨咧，食到最後尾先。冇錯冇錯冇錯。今日4個人食埋單228蚊，請彈喺評論區自己睇。老細點個關注咧？